来看联合国安理会昨午针对以下冲突投票通过美国推动的马上停战、释放人质的计划草案。美国方面是表示讲，若哈马斯同意，就随停战。也毋过，哈马斯是要求讲要永久停火，以色列是讲因做未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嘛第8届去中东访问，呼吁阿拉伯世界应该爱要求哈马斯答应这协议。Follows 14 votes in favor, 0 votes against, 1 abstention.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been adopted. 在美国呼吁支持以下随停火而且放人质的计划草案之下，表决通过。Israel has already agreed to this deal, and the fighting could stop today if Hamas would do the same. 弃权的一色是罗西亚。Но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т полной ясност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алич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согласия Израиля. 哈马斯对安理会表决结果是表示欢迎，但是要求停火协议拢必须保证是永久来终结战争，和以色列退出加沙。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消息，哈马斯在卡达杜哈的政治领导阶层，还未对这个协议做出正式回应。在以色列这边，在表决了后，重申讲，这个草案对相关计划提出的嘛，仅是部分的内容，其实在摧毁哈马斯军事和管理能力进程，任何讲是永久停火的言论，拢是有讲和无讲同款。Israel will not let Hamas rearm or regroup. Time has come for this council to finally hold Hamas accountable. To this day, Hamas continues firing rockets at Israeli towns and cities. 这项美国发起总统拜登在5月31日宣布的提议，是分做3个阶段来停火。哈马斯放人质，把已经死亡的人质的遗体送回来，和巴勒斯坦的换犯人，主要是力促各方随无条件全面来贯彻相关条款。国务卿布林肯车集各一摆造访中东，就在安理会当准备要投票的几点钟前，向中东地区的领导人来话话。If you want a ceasefire, press Hamas to say yes. 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真正捌几摆阻挡联合国的加沙停火草案，受到严厉的批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